咁啊，Hugo 咧帶你參觀一間咧，你一望落去咧，成個客廳啊，同埋成個大外形咧，你都會 feel 到咧，就唔係香港本地發展商啊，唔係香港建築師起出嚟嘅精品豪宅。我哋今日咧就參觀一個咧堅尼地道33號一個精品豪宅，咁啊位於個中半山咧一個核心地段，所有嘅分層單位咧其實已經所剩無幾㗎啦。我哋今日咧就睇一間咧頂層嘅一個複式啦，連我側邊呢個空中花園嘅特色單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有我 Hugo， 今日咧帶大家參觀一個 Kennedy 33。咁啊講緊咧喺9月份嘅時候啦，呢個盤啱啱開售啦，短短1個月之內咧，基本上佢嘅3房單位同埋2房單位咧已經沽清咗，而家剩下咧少量嘅1房單位，同埋咧最後加推咧就2間咧頂層複式特色單位。而我哋今日參觀呢間咧就係一個 Duplex South， 咁係一個向南邊嘅一個 Duplex 單位，係一個咧複式單位啦，3房一套同埋工人套嘅間隔。咁啊最特別咧就係客廳呢個位咧，外連一個咧大概咧200尺左右嘅空中花園。咁你見到啦，成個感覺咧點解好有太古 feel 咧？因為呢棟樓咧就係由呢個 TDS Group 設計啦。咁啊講緊佢哋嘅老闆啦，就係前太古 CEO Keith 簡基富先生。而喺香港咧，其實之前咧，如果本身有追開我 YouTube channel 啦，其實我之前介紹一個上環嘅東街42咧，亦都係呢個發展商咧出自佢哋嘅手筆嘅。所以你見到咧，佢哋好襯下呢個外國人咧喜歡嗰啲叫做氛圍，比較簡約啲。我入到嚟第一個感覺咧，就好似 Upper House 啊，或者你去咗咧外國嗰啲叫做星野酒店一樣，玩一啲咧淺木色簡約嘅 feel 嘅。咁另外配合埋呢個樓底啦，加上呢個白色窗框，望向呢個南邊嘅山景，成個感覺咧非常之舒服。今日參觀嘅單位咧，實用面積1567尺，係一個3房一套咧，加埋工人套嘅設計。咁一個 Duplex 咧，我哋首先入到嚟第一層咧，就客飯廳嘅位置。咁你見到咧，外國人咧就好注重人與人嗰個溝通嘅關係。呢個客廳咧，佢就做咗3組嘅一個會客區啦。咁配埋咧側邊呢啲木係嘅條子咧，成個氛圍咧好 warm 好舒服嘅。個人最中意咧就因為客廳呢個位置咧，直出呢個空中花園。咁其實咧有睇開片我都話啦，有時上天台咧行多幾級樓梯又真係麻煩啲。喺個客廳咧同啲朋友喺度傾偈咧，真係可以坐出去摸住酒杯底傾下偈。而且咧，其實你熟悉中半山都知道啦，喺堅尼地道啊、麥當勞道咧，呢個地段咧係會比較密集啲。你好難咧向南呢邊咧後邊係冇樓望到咁開揚嘅山景。堅尼地道33號咧，位於個中半山嘅核心地段啦。講緊交通真係非常之方便。講緊咧，我哋咧前邊行咧大概3分鐘左右啦，已經可以去到呢個合和中心。咁平時咧，其實住開堅尼地道客戶都知道㗎啦。我哋只需要咧喺地鐵站一出啦，行上呢個咧3樓轉 lift 上到17樓咧，就可以直達呢個堅尼地道。其實呢度附近啲居民咧，平時出入咧，基本上都唔使揸車㗎啦。慢慢行合和中心又 OK。如果你話想食下嘢咧，一啲民生配套設施比較齊全咧，行翻落去利東街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方便。加上咧，佢就係位於個12號網啦。另外咧，近年咧好多客戶咧同我哋買特色單位啊，或者買大平層都話啦，最好就唔使自己搞裝修。今日呢個單位咧，而家發展商咧就附送咗啦成個家私啊同埋設計。其實呢啲咧，頭先我由頭到尾啦，你睇到個客廳啊、飯廳嘅介紹啦，其實呢啲咧，我相信咧，大部分客戶都會中意。呢個單位咧買入嚟咧，就真係可以叫拎包入住。呢個間隔咧，亦都係客飯廳分明嘅。咁頭先我哋喺一個會客區隔離啦，就係個飯廳嘅位置。個人幾欣賞咧，就係一個兩邊嘅落地大玻璃啦。
基本上咧，我哋兩邊個採光度非常之高。咁啊，講緊我哋向東面呢個方向啦，最遠可以望到咧對面禮頓山啊、跑馬地一地城市景。咁另外向南呢邊咧就會望翻山景為主。喺飯廳旁邊咧就係廚房嘅位置，同翻咧成間屋一樣啦，都係一個淺木色嘅通啦，比較柔和，比較舒服。另外你見到啲收納空間啦，呢啲位咧其實已經做晒俾你噶啦，亦都配備咗咧好多歐洲頂級品牌嘅爐具啦，包括一個 Miele 嘅大雪櫃。咁基本上嗰個儲物空間咧都非常足夠嘅。另外再入到嚟咧，你見到咧佢三邊嘅備餐區咧亦都做好晒，同埋呢個廚房幾好咧，就係咧廚房都有兩面嘅一個大嘅一個觀景窗啦，望翻出去城市景咧，咁啊成個感覺都好舒服、好開揚。如果你係自問咧，都係一個藝術嘅愛好者啦，其實呢類複式咧就好適合你，因為所有嘅樓梯位咧，你都可以做啲掛畫啊，或者擺啲雕塑喺度。而你見到佢樓梯位咧，亦都做一片採光窗啦。就算唔開燈咧，呢度嗰個感覺咧都好柔和。你話做啲掛畫喺度咧，就好適合成間屋咧嗰個氛圍嘅。上到嚟第二層啦，呢度有一個3個房嘅間隔啦。首先我哋參觀咧2間細房，你見到呢間房咧本身已經做咗一 set 咧入牆櫃啊，咁啊儲物空間都好足夠噶啦。另外咧佢有一個露台咧就貫連咗隔離嗰間細房，平時趟開佢之後咧就2個房都可以咧喺一個露台望出去啦，向南呢個好翠綠嘅山景。咁同埋因為我哋位於呢個叫做最頂層啦，你見到個採光度都非常之高。其實我今日拍攝嘅時候咧就準備打風啦，同埋已經去到5點幾嘅。咁但係你見我哋冇乜點開燈啦，成個感覺都好柔和。相信如果早上嚟拍攝嘅時候咧，陽光都會幾充足，呢個單位採光都會幾好嘅。過到嚟旁邊咧，另外一間細房啦，呢個房嘅 size 就會細少少，但係你見到咧，作為一個小朋友房啦，咁如果你擺單人床咧，都可以3邊落床。另外鏡頭後邊啦，同埋呢度咧都做咗2 set 嘅入牆櫃啦，咁都可以足夠一個收納空間可以用到。加上佢個樓底有翻咁上下咧，配合埋出邊嗰個景觀咧，成個感覺咧都唔會話滑迫嘅。最後過到嚟主人套房嘅位置，主人套房咧亦都充分咧感覺到咧嗰個太古嘅氛圍，因為佢除咗頭先有啲淺木色啦，入到嚟呢個衣帽間咧，佢用翻一啲胡桃木色做咗一個咧，就算木係得嚟咧有個對比喺度，咁啊成個感覺幾舒服嘅。呢度做咗一個少少嘅梳妝台啦，另外呢度一 set 入牆衣櫃，再轉入到嚟咧就係寢區嘅空間。
過到嚟主人套房呢個位置咧，佢除咗可以三邊落床之外咧，另外咧有一個私人露台嘅位置。平時你有兩公婆咧，夜晚真係咧可以行出一個露台咧，呼吸新鮮空氣啊，同埋飲杯嘢，或者早上咧喺度飲杯咖啡食個早餐都係好舒服嘅。入到嚟主人浴室啦，亦都係採用呢個淺木色嘅風格啦，真係好似睇緊星野酒店嗰啲咁樣。你見到咧個雙洗手盤啦，望住山景嘅一個浸浴啦，另外企浴啊同埋馬桶嘅位置咧，都係配合咗一個淺木色，成個 feel 咧好舒服，好 warm 嘅。好，今日我哋參觀完畢㗎啦。其實呢個單位咧真係好特色嘅，因為我哋做咗半山咁多年啦。你要咧喺堅尼地道啊、麥當勞道呢個咁核心嘅地段啦，行路都可以行到去地鐵站嘅位置咧，竟然有棟新樓起咗出嚟，仲要有個特色單位，你可想而知咧嗰個稀缺嘅程度。所以如果有興趣咧參觀個單位啊，或者了解個項目嘅資料咧，歡迎可以隨時聯絡我啊。影片途中咧有我個微信啦，同埋 WhatsApp 嘅 QR code，掃一掃可以揾到我㗎啦。最後希望各位繼續支持我 YouTube Channel CLSS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